來看啊，這敢是罰單的陷阱咧。台南仁德區的太子路，原本4線道被縮做2線道啊，主要講啊是要保護機慢車。想袂到講這路改落了後，因為中央黃色的這個造化線，轉造成駕駛人不管是直駛或者是轉彎，攏會無細緻去逮到，轉去互檢舉食罰單。市府回應講啊，已經要求相關單位到場勘查。平日上下班時間，台南仁德區的太子路定着車真濟，記者實際到現場觀察，發現車路的車龍真細膩咧駛，不過煞也是真濟駕駛無注意到違規，主要因為這最近重新規劃路段，甲原本的4線道縮減做2線道，改劃無延誤，中央畫一塊真大的黃色造化線，造成賽車空間壓縮掉，車輛無論是要直駛，也是順路轉彎，真濟人嘛是攏對着線，互在地民眾氣噗噗，旋較無力。講這設計有問題。對啦，按遮貴人無這個無去發掉啦，迄無袂使安尼做啦，迄種安尼做法咧害死人啊！變成一個總談無幾年哦，啊你安尼沒有辦法，我們也是反映啊，但是其實這個剛設的路口哦，其實這樣如果不對，我們改後面的其實交通安全比較重要啊。交通改善煞變罰單的陷阱，民意偏向差不多10台車有6台違規，因為檢舉的人規工受累，直翕，一工加着幾百張罰單，因認為公家單位應該要考慮到用路人的感受，這根本載袂過去。交通局回應，針對目前的交通亂象，最近會校長會勘。其實每一台車經過去，基本上是有車子在走的地方，都會有壓到我們的槽化線的。麻煩交通局、公務局再重新來規劃繪製，是不是可以將這地方再次改善？劃設了比較多的槽化線，這部分遭用路人質疑可能會有一些違規的狀況，交通局近期會來辦理會勘做一個整體的檢討。面對地方的怨嘆，台南市長黃偉哲嘛講，卡數標線畫甲傷寬，影響到車道，造成民眾佇唔知影情形下校着線，這確實是正式陷阱。市府講刷落去會針對太子路的交通標線進行全面檢討，地方希望政府緊處理，免得讓原本要改善交通的好意，徹底變質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